嘉义新港的大兴路附近有奉天桥，较早是真闹热。不过后来车路改建，大兴路豆豆落座。即阵新港文教基金会都办活动，希望大兴路会当搁闹热起来，继续加热。小丑啊，趣味的表演，艺术空间的体验课程，表演在地故事的布袋戏，还有在地囡仔的音乐演出。嘉义县新港大当的举办的艺文活动数几项，头届刷来奉天宫后壁大兴路举办，互即档20活动的闹市场，搁一摆闹热起来。即个办这个活动人足侪，我感觉是当带动遮个不同的那个气氛。新港的人口降落来无到3万，就讲咱人口的流失愈来愈严重。这人口流失的中间，搁让办到这款活动，人愈来愈多，这是足无简单啦。和在地人合作后街大兴路，因为有菜市啊甲奉天宫，所以较早是真闹热。但是因为道路改造工程的影响，煞来改变这原本的商业发展。新港文教基金会就专讲封路办艺文活动，搁邀请车的店家要来活化这条后街。做街了然后去菜市啊嘛，菜市了是毋是爱等一段时间人就刷过早市啊，早市了人就感觉习惯伫遐咧买物件，渐渐才就变较文市，无以前遮那武市咧，这菜市啊，这是菜市啊，内底嘛拢菜市啊。新港人拢靠这个后街咧生活，但是怎啊慢慢毋是无方便啊，做交通不方便啊是安怎？就慢慢无去。阮是希望讲这慢慢过会当看会当过好过。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，这条大兴路双边边的人行道真宽真好行，即马阁有悬停购置玫瑰灯、咖啡厅、甲册店进驻，未来会配合社区营造的规划，互这条捌代表地方生活文化的街仔路活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